下做许多公司啊，就计无限都压下，都无发现无带到数据。迄人大天发本来张发现，眼汉对人太细上，真人拢摆些。怕啦，爱关系的啊。无啦，爱想讲吼，一般人拄到爱用个情形，本来都会吃到真奇怪啊。按字说啦，给人都是摇的无？爱早晨就是啦，不过俩亲种要开始摇的啊。呀哈，拄好生日点，都当做迄款的时节咧，还是爱突然去福圈是一件动有名的传统。不过也要动多年无啊，唔敢要先打电话联络看啊。好啊，爱打电话问一下好嘞，讲许多机票无必还是通时间。等下一下哦。喂，客家松饼好，同欢喜人服务。请问一下有两啥机位的无？还是呢，我到一下在现场来排列哦。不过做得先让登记一下，差不多要等15到20分钟，安尼做得无？佮请问做的是几久嘅时间啊？假使伫传统地方来说，就限听90分钟听哦。哦好，佮请听数爱听味，陈小姐两啥？好，冇问题。请问嘅电话号码係幾多0911123567。陳小姐，等登記好哟。好，佮請問頭前還有幾多組人客？頭前還有3組人客，係第67號，過往嘅就要過重新排一排，要麻煩你日日到現場哦。好，按字說哦。什麼人？按字說哦。阿芬啊，佢講啊，你一下過去韓國一趴差唔多10分鐘嘛，佢講請我等15到20分鐘就好咧。那你好樂意咧啊？好，來呀。好。佢健身運動好食咯，也給你睇裡面傳統真運動好食咯。大伯啊，我同我嘅朋友去食，佢哋都吃到動好食呢。那你睇裡面愛好吃嘅係海產。唔使見動地身呢，嘅海產啊，又鮮又好食啲麼？無論係強種還是鳳種，全部都當好食。我真係能推薦給你喺裡面啦。哦，不過當然愛用講，可能你啊真期待呢。韓國啊，佢還有一樣嘅松葉套餐又大隻咯，又便宜又好食，真係非常嘅推薦顧送人客真會按到。不過像料理啊，又冇大贊，有冇人拿按到咯？料理雖然係一般，不過因為太好食咧啊，顧送真會有按到嘅人客啊，你看好食傳承就會冇享用啊。來試看哪看真件係模樣。好啊好啊，我補菜啊，夾夾先啊，好，夾夾。哇，看出來以後，唔知大家嘅習慣係乜嘅呢？大三人嘅習慣都冇共用，像我自家啊，接送都會提早來打電話，然後傳統個，我今日有幾啥，我共下來去食飯，來去聽味，因為係講啊，到你傳統，真發現到，哇，人按多，做唔得食到飯，佢心情聽從當唔好做冇啊，因為食飯係當重要嘅事情哦，故所啊，我係客觀些。提早來聽味，按樣啊就保證有飯做得食得錯冇？哇！按樣講起來當中係當中意食東西吼。唔過啊，韓家啊一下吼聽味都當便利，像係呢我一通電話就做得了。嘅一下呢就共下來看一下，係講愛聽味嘅話，有哪條客家話做得共下來好心呢？一下就共下來好了。第二呢，我教大家就係電話定位用語、電話定位嘅用語。比方講，你喂，給服務生就會講，今天要訂幾位呢？我們呢，可能就會說，哦，我要2個人的位置，2個人的位置。客家話我應用辦公呢，2、3個位耶。2、3個位耶，嘅男士煙我用辦講呢？2個人嘅位耶，2個人嘅位耶。2、3人嘅位耶吼，可能就係情侶啦，也係呢夫妻，共下來去食傳統嘅時節，佢唔會做得有禮貌嘅方式來問佢講，喂，有2個人的位置嗎？有2、3個位耶麼？
有两三个味的毛。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有两个人嘅味嘅毛，有两个人嘅味嘅毛。当好哦。按用有两三个味的毛，就会较有礼貌嘅方式了。佢可能啊，就会讲哦，有，但是啊，我还会讲嘢，个较有礼貌嘅方式，就做嚟讲现在的定位。现在啊，有2个人的位置吗？可能呢，现在很饿，想去吃饭，对不对？给客家话应用办讲呢，呀哈有两三个味的毛，呀哈有两三个味的毛。现在有2个人的位置吗？哇，肚子好饿哦。给男士烟应用办讲呢，呀哈有两个人嘅味嘅毛。呀哈有两个人嘅味嘅毛。迄讲啊，服务生啊讲，有嘅时节，哇，你就傻来去传汤，我来吃东西了，错嘛？故说呀哈，你讲入嚟时间就更加清楚咯。接下来我们做的较有礼貌嘅方式，个讲入也2杂事，系哪2杂事呢？冇错，就是请问。请问现在有2个人的位置吗？请问呀哈有两三个味的毛？请问呀哈有两三个味的毛？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请问呀哈有两个人嘅味嘅毛？请问呀哈有两个人嘅味嘅毛？接下来呢，我教大家电话询问用语。电话询问时的用语有哪条的呢？也下你就向下来看。比方讲，你问骗人讲多久的时间？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几久嘅时间？几久嘅时间？男士烟爱用办讲呢？一久嘅时间，一久嘅时间。冇错，时间真嘅动重要哦。比方讲啊，爱吃饭嘅时间，就会问人讲吃多久的时间？吃几久嘅时间？吃几久嘅时间？大家有看到呀？食呀杂事，后背的标音又是低了，对不对？记得要入声字，短短的音，你上司食几久嘅时间？男士烟我应用办讲呢？这几久嘅时间，这几久嘅时间。当好哦，接下来呢，唔要做地讲。比方讲，你的 TV 也是的传堂吃饭的时间，有场时啊，我们就会说用餐限定几个小时。那呢，你就可以询问他说，可以吃多久的时间？做得吃几久的时间？做得吃几久的时间？男士烟我应用办讲呢？做得是几久嘅时间？做得是一久嘅时间。佢唔係做得用較有禮貌嘅方式問佢講，請問可以吃多久時間？客家話我應用辦講呢？請問做得是幾久嘅時間？請問做得是幾久嘅時間？男士煙我應用辦講呢？請問做得是幾久嘅時間？請問做得是幾久嘅時間？同好哦，有進步有進步。你呢，個卡加油一下，來學習詢問電話號碼。要怎麼用客家話來詢問電話號碼呢？電話號碼嘅客家話我用辦講。另外講，
天发好吗？天发好吗？第五呢，要做的讲入的呀主词，讲你的电话号码。客家话应用版讲呢，你的电话号码，你的电话号码。今日要做的，较有礼貌的方式来问佢讲，请问你的电话号码？请问你的电话号码？请问你的电话号码？其实都好用哦。今日要做的，较明确点的来问佢讲，请问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客家话我应用版讲呢，请问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多？请问你的电话号码是几多？冇错，亚句话都好用哦，因为亚下啊，比方讲，你用众多嘅通讯软体，其实很多人呢都是要加入电话号码。才有他的 line 了条嘅东西就得用错冇啊，了条聯絡嘅方式就當重要了。請問你嘅電話號碼係幾多？下禮拜要按用嘅情景嘅時節，唔要做得來試看啦。哇，家下啊，談到幾條兩啥，我強下來去食飯，我嘅都市沒有是得要嘅呢。唔知啊，家下廿條嘅記嘢，大家都好鬼忙啊！幾條啊，真係喺日常生活當中都好用嘅記嘢，大家聽錯愛學起來，有上時咪愛背起來哦，因為可能啊，當日都會用到。以後呢，係講有上愛識嘅傳統，大家就做得夾夾來打電話來聽一下。比方講啊，也下台灣有當多好識嘅客家傳統錯嘛，就做嚟用客家話來聽味來看哪嘅了。然後行程事先來安排好些來，為本人知道，也上你當有條理的人呢，錯嘛，咩嘢一種加分咯。好啦，佢接下來你就來看哪嘅。嘅阿飛就到阿輝，佢哋傳統以後會發生哪條嘅事情了？